我哋看刷来看捷克的首都布拉格，这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。即马在地是推出一种真特别的旅游行程，是请街友来做导游，因会带游客深入了解底站的生活，甲因人生的故事。那这旅游的行程差不多是大票490块，会当让游客为无同角度来认捌这个所在，嘛感受街友因面对生活的无奈甲困境。 伫咧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门头前，54岁导游纳达边仔有真侪游客唯一要听伊讲。不过伊讲的毋是博物馆的历史或者是展览，而是伊家己过去伫咧路的流浪、食毒的经过。当纳达讲到伊家己食毒食30年，甚至为着生活变做性工作者时阵，游客表情拢正沉重。不过纳达伫咧讲到伊这段不堪的人生时阵，并无后悔，是有着希望，勇敢面对未来。 Že ten můj zkažený život je aspoň k něčemu dobrý, no. Že prostě dávám ten odstrašit říkat těm ostatním a můžu se toho vypovídat, jako mě se vždycky uleví tak nějak trošku. 老达伫咧4年前解读成功，并且真做社会企业公司 Praga Lek 的导游，带游客熟悉布拉格的底层世界。伊也讲，伊即马依然伫咧做性工作，赚钱互厝来用。 布拉格伫1990年代犯罪加毒品的问题正严重，造成街友大量增加。根据社福机构统计，目前街友的人数有要加4000人。社会企业公司希望会当请街友来做导游的方式，让游客对无同角度来熟悉布拉格，并且对底层民族的无奈加困境更加有同理心，减少对街友的偏见加歧视，促进更加多社会共鸣加包容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